最近呢，有朋友問麗麗，如果係你嚟買房，你會點樣再順意揀房呢？好，今日我展開嚟講講，攞我自己做例子吓，俾你睇睇內行人係點樣揀好房嘅。咁就記得豎起個耳仔聽喎，記得點讚吓。一個樓盤佢能唔能夠買，唔係話眯住眼就能買噶。房產銷售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專業嘅領域。我在呢個行業做咗16年，我個原則就係，我冇會為買而誇大宣傳，唔係會講我買賣。就會搏命咁去噴佢或者黑佢，至少我會保證一定嘅客觀性。取我嘅買房邏輯，一個樓盤能唔能夠買呢？佢分3步驟。第一步就係敢唔敢買，呢個咧就係佢安全性。咁開發商呢個資金到底係點樣？其實我哋對於佢嘅售價、攞地嘅成本對比落來，呢個樓盤佢有冇可能交付減配嘅可能性呢？而交付嘅房嘅產權到底清唔清晰呢？只要呢啲問題了解清楚之後，其實就冇問題啦，就可以買。我而家仲後生，未有準備養老嘅事。對於我嚟講，早上恨不得睡多2分鐘，上班唔遲到，呢個先係我嘅硬道理。所以周邊買嘢咧係要有，學校亦係希望近一啲。我可以買用，但係唔可以買有，啱嘛？然之後咧就係商場、公園、醫院呢啲。我個錢包咧買係特別鼓，所以咧要精打細算。用公園嘛冇乜所謂。小區綠化多啲，人車分流。晚上食完飯之後，即仲可以落樓下去蕩一蕩。醫院呢10公里以內有一家就 OK 啦。再講講戶型，我呢係屬於剛需一族，首選3房或者小4房實用嘅就得啦。5房太貴啦，買唔起。最好呢係帶一個入戶花園，或者講有一個入戶嘅房間，呢種感覺呢可能會更加爽啲。唔論係房間嘅大細。2個洗手間咧係必須係要有嘅，一個洗手間係過時噶啦，再平咧我都冇會要。呢個坑咧我冇會踩嘅吓。第二就係佢值唔值得買，講直白啲咧就係佢具唔具備性價比。有2個維度我哋可以參考，第一個就係與競品嘅新房樓盤對比，第二就係同品質嘅二手樓盤對比。新房定係二手房，好多中介講買新房就冇買二手房啦。我同你哋講實話，新房同二手房我都冇所謂，但係重點係價格。但係由於而家嘅二手房可能會存在對方佔用學位嘅問題，所以我一定會首選新房。至少墨西俾我去多餘嘅擔心，因為人哋佔用學位導致我用唔到呢啲咁樣嘅麻煩出現。因為我係一個比較簡單嘅人，我唔中意有搞咁多啲麻煩嘅事情出嚟。再講啦。你係打算買首開嘅新樓盤呢，定係等到清盤嘅時候嘅優惠呢？我同你講，一般情況下，尾盤呢往往係有驚喜價嘅。你諗下，前幾年嘅市場好嘅時候，開發商呢都係低價試水，然之後價格呢就蹭咁往上走。但而家唔同啦，好多樓盤呢係越賣越平，嗰啲開盤就好着急入手，有時候橙子都去清啦。你睇下，啱講到第2點嘅咋。後面仲有好多細節吓，今日係乾貨，好難得，你真係要好好聽。如果係老粉咧，記得幫我點個讚。第3點，諗佢到底適唔適合你呢？因為每一個人佢購房嘅需求同埋佢嘅購房嘅出發點都唔一樣，適合人哋嘅房不一定適合你，但係適合你嘅咧不一定適合人哋。講到睇房，我買係只係單純睇樣板房同埋展示區嘅實地。同埋地下室車庫，平時唔會注意到嘅地方，我一定會去現場睇。呢個咧係檢驗樓嘅質量嘅照妖鏡吓，呢啲地方。呢幾年開發商手頭緊，咁咧降標減配、偷工減料嘅事係好正常嘅。我哋要抹光嘅雙眼去睇睇吓。仲有，我買房從來唔會貪平，嗰啲賣唔喐嘅樓盤，往往帶住所謂嘅優惠嘅名頭。能夠賣多啲就賣多啲，有時候房今日平嘅2-3千，聽日可能會直接跳水5千，睇似係執樓，其實可能一買就蝕嘅首付噶啦。講到選樓層，咁我要睇佢個採光好唔好，有冇被遮擋啦，有冇隱私啦，反水呢啲問題我都會直接考慮入去嘅。價格嘛，肯定希望越低越好啦，但係如果講樓層有得揀嘅，天地樓層最好就避開。只講曹鋼層都係嗰啲外行人喺度亂咁講嘅啫，唔好理佢哋。仲有一個小建議，
啱買完房冇急住去發朋友圈或者講抖音視頻號呢啲，除咗你嘅阿爸阿媽，其實唔係幾多個人會真正為你高興嘅，可能仲會講啲風涼話，影響心情。但係你搬家嘅時候一定要發喎，你知道點解嗎？最後就係最重要嘅一點咧，就係買房嘅時候我一定會斬價斬到大，無論係銷售點講，我都會坐喺度讓人摸煙泡。呢個市場其實好亂嘅，你知道嗎？而家嘅世道開發商好精，貪人沙七點，能夠賺多你一分呢，就係一分噶啦。講唔定你同隔籬嘅老王買嘅同一個小區價格可能相差好幾千甚至幾萬蚊。係啊，點讚嘅朋友，我話你知，眯住眼買房嘅日子早已經係一去不復返噶啦。所以你要講值得我推薦，並且係講大膽去推薦嘅房，可以講係10隻手指數得過來。特別係下半年嘅時間，好多樓盤咧係撐唔住嘅，面臨大考驗吓。不過裏面其實有買小平嘅房，你係小心啦。有啲首付呢係能夠將你坑殘啦，有啲買咗呢，可能你就要去諗住維權嘅事啦。我做信義地產行業摸爬滾打就好多年，又好知道大家買房嘅唔容易。我做自媒體呢，其實就係想打破信息嘅不對稱，比房價更加透明。信息呢係要流通起身，令到大家冇再買錯房。如果你覺得我講得有道理嘅，咁就點個關注啦。用我自己同埋屋企人買房嘅標準同埋原則，去幫我嘅粉絲揀一套靠譜嘅好房。我係麗麗，一個16年嘅房產人，一個實實在在幫你揾好房嘅房產銷售。注意啦，最近有客戶反映，有其他人喺評論區私信客戶非麗麗本賬號，請冇理會，謹慎上當受騙。我哋下期再見。